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先同大家拜個年先，祝大家咧馬年行好運，呢個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，合府平安，最緊要咧身心愉快。咁咧，我哋就睇翻樂活五線譜先啦。近排美股咧就比較偏弱，咁咧就 SPY S&P 500咧都跌穿咗684蚊中間嗰條趨勢線嘅。咁我自己睇就係冇乜特別啦。今年嘅表現咧，可能上半年咧真係未必太理想啦，可能比起新興市場亞洲嗰啲咧就會偏弱。QQ 都係啦，更加咧都係跌穿咗621蚊嘅趨勢線啦。咁佢下一個悲觀位置咧598蚊，咁睇下個到時嘅情況點啦。不過都係比較窄幅啫，即係而家602跌到598，其實跌4蚊嘅，其實唔係話太特別嘅，係啦。不過就係即係個情況就係咁啦。就恆生指數都係喺個高位嗰度徘徊嘅，咁但係就好似冇乜力咁所以就而家26706，咁如果樂觀啲去到29000，咁悲觀啲咧就去到22000度啦就極度悲觀就19000，即係都係其實大概20000到29000呢個水平咧去到喐動嘅。歐洲咧就十分之樂觀啦，咁繼續都破頂，破完頂就有少少調整，咁但係都係高位嚟嘅。好，新興市場咧都係一個高位啦，咁就極度樂觀嘅，咁即係其實好似韓國啊、台灣啊、新加坡個表現都係唔錯嘅，或者日本啊咁樣。不過日本唔係新興市場，咁呢啲比較新興嘅亞洲嘅國家咧，咁就令到個整體個表現咧係比較好，係啦，帶動咗啲台積電又創新高啊，三星又創新高啊，呢個 Hynix 又創新高啊咁樣。咁就富邦呢個滬深港咧，其實上個星期四創咗新高，禮拜五有個調整，星期一翻嚟又升翻轉頭，18.359都好接近歷史新高嘅。咁我哋買入之後升咗35%㗎啦，整體個組合係46%。咁咧越嚟越挨近，即係慢慢追上，睇下會唔會追得上恒生指數回報啦。咁就我哋喺翻上個禮拜12號咧，應該禮拜三到啊。總之12號啦，睇下先10號我哋就11號咧就買翻，根據11號嘅收市價咧，開市價咧就買翻 ACWI 係啦。佔咗入90%，10% 買嗰個10% 剩翻係現金，咁暫時有啲調整啦。整體回報22%，咁就恆指升到46%。咁就強積金方面咧，都係90%買翻綠色退休啦。咁跟住咧就用2月11號嘅收市價嘅，跟住就10% 就係保守基金。咁而家組合個回報係24%，恆指回報嘅同期咧就係48.47，咁我哋2024年5月嘅，咁就嚟2年啦。咁就被對應口期權咧都有啲調整，而家咧就10.2毫2，咁就略低於買入平均價啦。咁但係我哋都係其實都係9個幾10蚊啊，所以大家有時見有啲調整好似好驚咁，其實好小兒科嘅啫，係啦。咁我哋都係收咗息之後咧就再買入嘅，係啦。咁我哋嘅 update 嚟到呢度啦，咁就我諗呢段時間我哋睇到高息股嘅 ETF 嘅表現係強過被對應購期權嘅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都係，如果大家筆錢唔係咁大咧，其實就寧願就做高息 ETF 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哇我有幾百萬鍾意收息喎，你可以照係被對應購期權，咁但係你有新嘅錢咧，我自己覺得就寧願買翻多啲咧，係高息 ETF，亞洲又好或者係港股嗰啲都好，即係3190啊、3466啊，或者亞洲嗰幾隻都幾好嘅。咁反而咧就可能係被對應購期權，好似3416嗰啲一半，咁3419就一半。咁其實反而咧既派息唔錯之餘咧，咁亦都有機會有個增長，或者有錢咧可能有幾百萬3416，話我有10幾厘息，咁我當16厘啦，咁我500萬都有成80萬收喎，
係咪？即係一個月成6萬幾7萬咁冇問題。咁如果大家再有錢嘅時候呢，可能我每個月有6萬蚊息，咁我冇使晒佢啊，我用一半啦，或者用2/3，剩低嗰啲呢，用嚟買翻多啲呢高息嘅 ETF，咁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配置嚟嘅。咁就係啦，今日 update 嚟到呢度，咁啊希望大家馬年行運啦，咁就最緊要身體健康啦。咁就我本身就有開富途啦、IB 啦，同埋呢個富融銀行嘅戶口做定期嘅。咁大家如果想支持下我哋嘅頻道呢，咁喺片尾嗰度呢都有內容嗰度呢有3條開戶口嘅 link，咁就都係有一啲額外嘅優惠嘅，有啲額外嘅現金券啊、額外嘅着數俾大家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透過呢啲申請成功嘅話呢，係當係對我哋頻道嘅少少嘅支持。好多謝各位一路以嚟嘅支持先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再見。